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6月7号在家会主，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问题出于谁呢？我们要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59章1到21节。先来看今天的金句：不要以为上主不能搭救你们，或耳聋听不见你们的呼求。以赛亚书59章1节。经文摘要主要提醒我们，犯罪的子民他们导致他们的恶果。以色列人的罪恶使他们与上帝的爱恩典隔绝，没有办法获得拯救。他们的社会当中没有公平正义，人人违背上帝的真道。但当人悔改的时候，神也会出手来拯救，并与他们立一个新的约。这一章跟以赛亚书58章的信息是互相连贯的，主要是在回应以色列人的话：你为何不理会我们呢？他们埋怨，他们质疑上帝没有伸出膀臂营救他们脱离险境，甚至他们多次向上帝哀求祷告，上帝好像耳聋听不见。先知对此来回应说：不是上帝没有能力拯救，是你们的问题，不是上帝的问题，是你们离经叛道，不倚靠上帝。2到8节，上帝就透过先知来举列以色列人种种的恶行。它分为2大类，第一个是以强暴的手段对待无辜的人，流别人的血，这是他们其中一个罪行。第二个是用说谎的口歪曲真理，导致整个司法制度崩溃。先知用毒蛇还有毒蜘蛛来比喻以色列人他们的险毒邪恶。一个充满罪恶的社会，最后他们要自食其恶果，害自己有不好的下场，不好的结局。9到15节就指出以色列百姓他们尝到这些恶果之后，开始有一些的改变。在面临苦难的日子临到的时候，他们的国家没有公平公义，他们在生活当中，百姓只感受到好像被黑暗或者是一些悲哀笼罩在他们的生活。一个本来属于上帝的国家，因为当中的国民违抗弃绝，不跟从真神上帝，导致他们活着与异教徒没有两样。面对这样的一个苦境，百姓后来他们才明白说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问题，他们承认自己有罪。当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，感谢上帝，他是怜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，他不会丢弃愿意从最终悔改的这些百姓。公义的上帝会向逼迫他子民的国家，好像巴比伦这样施行审判，好让普世都看得见他的荣耀。上帝的拯救就好像这些百姓在黑暗当中出现一道曙光。先知预言，上帝要从他的子民当中兴起一位救赎的救主，并要借着这位救赎主与众百姓立约，把圣灵赐给他们，借着他所启示的话，祝福这些的百姓，使他们的后代能够得到丰盛，直到永远。我们来默想，你曾经埋怨过上帝吗？为什么你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呢？
我这样迫切的呼求你，怎么没有应允我的祷告呢？但是，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是什么原因使你的祷告没有蒙应许？问题出在哪里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怜悯、守约、施慈爱的人，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，承认我们的罪和软弱，并且能够回转归向你，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得到你的应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喜乐，祷告能够蒙应允。我们下次再见。